喂，大家好，歡迎一齊嚟食今日嘅財經花生。哇，10月第一日開始，港股就好似坐咗火箭咁，紅盤高收，恒指挾住科技股嘅強勢，一口氣衝上4年高位。究竟啲股升浪有幾勁？邊啲股份係大贏家？另一邊廂，美股雖然都創新高，但點解電動車龍頭 Tesla 反而要大跌呢？今日我哋就嚟逐樣拆解，睇下市場嘅資金到底流咗去邊。好，先睇翻香港嘅市。10月3號第四季第一個交易日，港股可以話係威到盡，恒生指數全日飆升431點，收市報27287點，差少少就掂到27300。國企指數同科指一樣咁飆升，特別係恒生科技指數大升超過3%，報6682點。咁究竟係邊個板塊咁犀利，帶住個大市衝呢？答案好明顯，就係科技股，特別係半導體晶片股。全場焦點一定係中芯國際，股票代碼981，佢股價當日就爆升超過1成，高見88蚊樓上，市值仲要歷史性衝破7000億港元大關，成交額都去到45億，真係非常誇張。除咗中芯，成個晶片板塊都炒到壞合合，好似華航半導體都升咗超過6%，市場咁興奮，主要係因為有消息話 OpenAI 會同三星、SK 海力士合作，令大家對晶片產業嘅前景充滿幻想，覺得中國半導體自主供應鏈嘅機會嚟啦。講開新股，最近都有隻好搶眼，就係紫金礦業分拆出嚟嘅紫金黃金國際，股票代碼2259，佢一上市就氣勢如虹，仲要符合快速納入規則。10月16就會正式被納入恒生綜合指數，有大行好似星展，一出手就俾買入評級。目標價睇到137蚊，比招股價高出9成，而佢母公司紫金礦業亦都獲得匯豐環球研究大升目標價接近4成，去到37.7蚊，維持買入評級。睇嚟貴金屬同礦業股喺呢個市況下都相當受追捧。除咗股市暢旺，香港本地嘅經濟數據都幾靚仔。政府公布8月份零售業總銷貨價值按年升咗3.8%，好過市場預期。當中升得最勁嘅係珠寶首飾、鐘錶同名貴禮物，大升超過1成6。睇嚟股市樓市氣氛好轉，財富效應帶動翻大家嘅消費意欲。加上政府搞旺盛事經濟，遊客翻嚟，高消費品嘅銷情即刻唔同晒。焦點一定係 Tesla， 佢哋公布第3季交付量達到破紀錄嘅497000幾部車，遠遠拋離華爾街預期。按道理股價應該要升啦啩，點知佢股價先高後低，最後收市要陡跌超過5%。點解會咁？市場分析認為，今次銷量急增，好大程度係因為美國聯邦電動車稅收抵免就快到期，好多消費者趕尾班車買車。換句話講，呢個增長可能只係一次性，未必持續到。而且 Tesla 全年銷量其實比舊年同期仲係跌緊，加上比亞迪呢啲對手步步進逼，市場對佢嘅前景似乎多咗一份憂慮。咁啱得咁巧，香港有間上市公司叫企展控股，佢哋就喺9月到10月初期間喺市場上賣咗1.4萬股 Tesla 股份，平均價大約416蚊美金，套現咗583萬美金。雖然佢哋手上仲有2萬股，但呢個減持動作或多或少都反映咗有啲投資者選擇喺高位食糊鎖定利潤。另一邊，中概股嘅代表阿里巴巴第3季都繼續做股份回購，用咗2.41億美金買翻1700萬股。不過值得留意嘅係，呢個金額係過去7個季度以嚟最低嘅一次，比上一季大減7成半。有分析話，阿里可能想將更多資金投放喺 A 外賣呢增長業務上。總結咁多資訊，我哋可以見到一個幾清晰嘅趨勢。有基金經理報告就指出，今年 SC 亞太指數嘅表現已經大幅跑贏美國標普500指數，係2017年以嚟最顯著嘅一次。原因好簡單，就係全球資金淨由估值已經好高嘅美股流向估值相對合理、盈利前景又好轉嘅亞洲市場，特別係亞洲嘅科技同出口領域，增長潛力被提高一線。今日港股嘅強勢，尤其係科技股嘅爆發，正好就印證咗呢個資金向東流嘅大趨勢。今日花生仔就講到呢度，記得 like 同 subscribe 支持我哋，唔好意思留言分享你嘅股市睇法，或者想我哋下一集講啲乜，下次再見。